来看嘉义县中部乡一间私人的公庙，昨暗头啊着火，查甫祖甲查某祖，阁有2个囡仔，阁有2个查甫囡仔伫厝内。消防人员伫现场先救出老大人甲一个4岁的查甫囡仔，另外一个5岁查甫囡仔互小甲绑起的身体缀条的，找到人的时阵已经无喘气咯。 苏林宫的铁门烧甲乌麻麻，广线嘛因为高温冷去，连厝边厝内的壁砖嘛因为大火高温落一大堆，可见火势真大。他那铁那门打开吼，都是火。内面神明遐拢一定人来拜拜有香啦，有遐是神明要拜拜啊，是啥使用的用品啊。 嘉义县中部乡这间私人宫18晚暗6点外发生火灾，火灾的时阵，外籍看护拄啊好出门拼粪扫，厝内家剩86岁甲79岁的2个阿祖，阁有2个4岁甲5岁的查甫囡仔。阿祖年岁大，无法度带囡仔逃走，4个人拢受困，其中5岁查甫囡仔互发现的时阵已经过往。拢袂歹啊，嘿，啊平常时佫拢会下假叫咧。 啊嘛，拢我若门开开，拢会去阮兜咧。厝边唔敢，家属嘛哭了真伤心。据了解，2个查甫囡仔是结拜兄弟，因为爸母拢伫外地做工课，平常时由阿公阿嬷照顾。但查甫囡仔对幼稚园放学了，会先留伫阿祖因兜，想袂到煞因为火警造成1死3伤。我就过平啊，就敲电话就讲火烧，我先赶过来。哈。原本拢是几点会甲带转去？应该6点外啊。 防救出来2个阿祖甲4岁的查甫囡仔，搁伫病院继续医治观察当中。火调人员透早嘛到现场斟酌查看，希望会使赶紧厘清起火的原因。公视新闻林伟霆、陈焕武、陈显坤家己报道。